天哪，太可爱了！我觉得这个可爱，为什么来宠物店录素材啊？因为我想吸猫。这只吗？是这只。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公共场合你别动手动脚的，那我动嘴啊！别闹，我录着呢。那把视频关了，只录声音。你怎么还随身带着录音笔啊？别说话。你们光天化日的在公共场合干嘛？有资格说我们啊？秀恩爱都能撞一块儿，什么人品？那个，既然大家目的都一样，那就早点拍完，早点交差。思琪，你就那么想要伯母承认真爱呀？没错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俩哪儿不像情侣了？哪儿都不像。你以为你们就很配吗？不管配不配，你都得管青年叫声嫂子。哥，思琪，过来一下。哦。你跟思琪来真的？假的，我就要把他先骗到手，骗身骗心，吃干抹净的，再一脚踹开。满意了？你不会。这么信我？我信思琪，她又不是一个傻白甜，分得清真爱的。真的啊？那你说，他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但你不折。